一场关于中国对维吾尔人种族灭绝的戏剧首次在英国上演。11月4日晚，以出名为与儿童断绝关系，将他们两根拨起的戏剧在伦敦最受欢迎的场馆之一利物浦街的 Rich Mix 剧院上演。该剧由英国艺术公司 Sohaya Visions 上演，讲述的是中国对东突厥斯坦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等突厥穆斯林的种族灭绝。11月4日，瑞典维吾尔教育协会就瑞典承认中国的种族灭绝罪，向瑞典议员和司法部提交了一封信。信中介绍了中国残害东突厥斯坦维吾尔人的罪恶行径和东突厥斯坦现状。许多西方国家的议会将中国对东突厥斯坦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的待遇视为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在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最近的报告中，中国在该地区的侵犯人权行为被定义为危害人类罪。中方大热作为东突厥斯坦疫情清零政策的幌子，把人们关在家里，让人民挨饿和得不到治疗的做法，正在成为东突厥斯坦人民的灾难。社交媒体上出现的极端视频显示，最近几周，中国当局继续将维吾尔人关押在错位集中隔离中性能，那里的人因缺乏供暖设备而遭受寒淋。11月2日，世界之声国际艺术展在阿拉木特开幕，维吾尔女画家的作品在哈萨克斯坦中央国家博物馆举办的展览中展出。本次活动由世界艺术现代艺术馆主办，得到哈萨克斯坦维吾尔联盟和阿拉木特市维吾尔文化中心的支持。世界艺术是哈萨克斯坦唯一一家从事维吾尔艺术家作品展示10余年的中心。目前维吾尔女性艺术家在国际舞台上展出作品被视为一项重大创新。美国对芯片产业的禁令和全球经济放缓将导致2022年中国芯片进出口下降。据中国海关总署数据，1月至10月中国芯片进口同比下降 13.2%， 出口下降 10.8%。英国国际贸易部办公室周一表示，英国贸易部的国务大臣本周将访问台湾进行贸易谈判，并会见蔡英文总统。英国国际贸易部表示，贸易国务大臣兼议会议员格里戈汉兹将在为期2天的访问中与蔡英文会面，并共同主持第25届年度印台贸易谈判。北京对西方政府与台湾之间的这次最新的高层接触感到愤怒。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坚决反对建交国同台湾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